我凭什么承担责任？我是他什么人？你又是他什么人？依云，你这是要去哪里？你身边的那个位置，只能有一个人。有的人进来，就得有人离开。慕容来找你，是慕容做的不妥，你还是让我走吧，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。事实就是你回来了，我就不能当它没有发生过。现在，老天既然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，我就绝对不会让他从我身边溜走。我谢言琪向你保证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哎，你这什么表情啊？昨晚你跟他说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说，我就说让他好好休息什么的。可他为何要离开呢？我怎么会知道？我本来还想跟他多说两句的，谁知道他没说两句就晕倒了。再说今天早上他为什么走，我怎么会知道？腿长在他身上，我又拦不住。晕倒？你不跟他说什么，他会晕倒吗？他已经服了多日的药，已经好了很多，怎么会突然间就晕倒了呢？你这么说，是我把他气晕了，我把他赶走了。谢言琪，你还真看得起我呀！这个家是你的，就算我想赶，我有资格吗？怎么，你承认了？你还真的是想赶他走啊？5年前他一家几百口人，问斩的问斩，流鞭的流鞭，就剩他一个弱女子，他出去能干什么？周氏出了3长2短，你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我凭什么承担责任？我是他什么人？你又是他什么人？言琪哥哥，你不要这样，真的不怪尹姑娘，她什么也没有说，是我自己胡思乱想的，怕影响你们的婚事，怕皇后娘娘不高兴。你莫要怪尹姑娘，用不着你跑到这里猛哭耗子假慈悲。慕容他是好意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你身体尚未痊愈，还是早些回屋休息吧。我不要紧，千万别因为我而影响到你们。尹姑娘，你千万别多想，言琪哥哥只是一时气愤着急，他绝对不是有意针对你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言琪哥哥，好一个言琪哥哥，叫的还真亲切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的，多年的习惯一时改不过来。好习惯。阿广，我又不是3岁小孩了，还拿这个哄我。这个你不喜欢，那你看看这些，有你喜欢的吗？杜公园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和太子回来的第2天我就回来了。那你为什么不回王府啊？你是还在生我的气对吗？即使像我这样的人，看到你们在一起，也不可能做到心如止水。所以我想，还是等我能平静地面对你们的时候，再来见你。我听说那个慕容依允是太子的青梅竹马。现在全京城的人都知道我这个太子妃是第3者了，我现在快烦死了。你可以有什么事情都跟我讲。那天我去找慕容依允说话，没说2句话他就晕了，第2天他就要离家出走。那个该死的谢言琪不分青红皂白的，上来就把我臭骂一顿，该死的小白花。干什么？你不是要小白花吗？臭小白花，破小白花。好一朵美丽的小白花。姑娘与太子殿下从小青梅竹马，情投意合，又有那一纸婚约。如今姑娘平安归来，本应是名正言顺的太子妃。依允回来就是想再看看言琪哥哥罢了。至于那婚约之事，我也早就不做他想了。切，少在我孔双双面前来这一套，你的演技能有这个资格，还差得很呢。如今言琪哥哥身边已是有了那晴柔姑娘。好妹妹，你才来王府几日？那尹晴柔在府里只手遮天，所有人都得听命于她，所以大家才会对你敬而远之的。如今在这府中，姐姐也是苟延残喘。姐姐莫要伤心，那晴柔姑娘果真是如姐姐所说的吗？那还有假？好妹妹，你与太子殿下本就有婚约在先，如今你又平安归来，自然是要履行婚约的，任谁也不能说3道4啊。姐姐一定会帮你的。